总统蔡英文早起到高雄阿莲的功德寺参加法会，为国家消灾祈福。王金平甲吴敦义嘛拢到场，也毋过三个人无相拄。针对这个选总统的问题，王金平后任甲朱立伦有心结。最热烈的掌声，感恩总统。蔡英文总统甲秘书长陈菊会正到高雄阿莲功德寺参加佛教祈福大法会，现场几啊百名的法师甲上千的信徒做为上京祈福，希望为国家消灾。能够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能够为我们的众志成城，能够让我们能够一关又一关的度过。得圆满。就伫蔡总统要来进前，因为参选2020总统的政治委员长王金平嘛来到现场，伊致辞了后就随离开。被问到媒体讲到伊甲前新北市长朱立伦有心结，伊讲无。没有，报纸说可能有心结。那是报纸讲的，不是我。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看完小看，伊嘛来到会场，三个人拢参加祈福法会，不过拢真大好，无拄到，嘛留互外界想象空间。